上到嚟柏傲莊現樓1A 座48樓 B 室，實用面積998尺嘅4房1套連家私嘅單位。咁呢一個單位咧帶埋家私，我哋啱啱睇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單位，但係如果連埋家私有一個咩嘅空間感咧，我哋而家望下先。飯廳呢度擺咗張6人台，空間呢度夠晒闊落嘅。旁邊呢度就係客廳嘅位置，梳化、茶几、電視櫃，呢個空間咧都非常之大。最緊要係呢一個單位係可以望到呢個落地玻璃窗，望住東北嘅一個河景，旁邊就係山景，非常之靚。好啦，旁邊呢度就係廚房嘅位置，廚房就係一個長形嘅工作台面設計啦，配備嘅就係 Mila 嘅交樓標準設備啦。旁邊仲會有一個工人套房嘅，係啦。好，我哋再望下喺走廊咧，右手邊呢度咧就會係浴室嘅位置嚟嘅。咁就本身交樓標準啦，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淋浴間設計啦，洗衣機會擺翻喺呢邊嘅。之後望下第一間嘅睡房擺咗一個單人床，仲有位擺埋個衣櫃，再加埋個書台，同樣都係望住一個咁靚嘅河景嘅。咁即係小朋友喺度咧讀書啊、溫習嘅時候都係望咗一個咁好嘅景觀嘅。好，再望翻呢一個就望。都係同樣擺咗一個雙人床啦，之後衣櫃啦，一個書台嘅一個組合嚟嘅。咁就一間女房，一間仔仔房，之後再加埋呢間，咪就係自己嘅書房咯。呢間書房望住嘅都係一個咁靚嘅河景，喺度做嘢咧，就算係 home 嗰啲叫咩啊 ？home 咩啊 ？home office。哦，OK， 就算係 home office 啊。都舒服啲、精神啲。好，最後嚟到呢一個主人房，主人房擺咗一個咁大嘅雙人床，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之後仲會有一個露台嘅位置嘅，可以俾翻戶主喺度咧悉心翻到嚟屋企咁攰嘅時候，仲可以望到一個咁靚嘅景觀。之後咧呢度就會係太太嘅梳妝台，咁喺度可以打理翻自己嘅儀容啦。我都要打理下姿容先，成個傻貨咁。之後呢一度咧就會做咗一個非常之大嘅凹位咧，就可以擺一個非常之大嘅衣櫃啦。之後再望埋個主人房嘅浴室先，主人房浴室咧都好貼心嘅，有晒淋浴間，有埋浴缸嘅。咁亦都有個玻璃門啦，做翻一個乾濕分離設計，係啦。咁呢一個就係一個998尺，開咗一個4房1套連工人套房，仲可以望埋呢一個咁靚嘅東北河景嘅一個單位。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大裝修嘅單位嚟嘅，唔知你點睇咧？